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今日嘅主持人 Jasmine。其實城市裏面唔係淨係得水泥同鋼筋，就好似我哋今日嚟到嘅樂富都市農莊。我哋今日邀請咗綠箭隊嘅主席坤哥，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綠色嘅小天地。大家好，我係綠箭隊主席黃業坤。我哋綠箭隊由上年8月已經開始實行呢個綠色生活黃大仙呢個計劃。過去呢幾個月咧，我哋同黃大仙區裏面25隊關愛隊咧一齊合作，每一期都提供義工嘅種植同埋導賞培訓。大家都喺度農莊裏邊咧進行種植同埋淋水，令到關愛隊同綠箭隊嘅義工可以更加了解到有機種植。由於我哋種植咧係用有機嘅材料，所以種植嘅過程之中，我哋唔會使用人工合成嘅農藥同埋肥料嘅，希望可以保護我哋嘅生態環境。係啊，我哋綠箭隊一直以嚟咧，為咗推動環保工作咧，每年都舉辦呢個環保主題嘅活動。上年喺各個團體同埋單位支持之下咧，推行咗呢個綠色生活黃大仙2025。喺黃大仙民政事務處贊助之下，我哋借用咗領展提供嘅場地，俾我哋種植有機蔬菜，希望喺繁忙嘅都市之中，可以打遍一小片嘅綠色綠洲，俾義工體驗下農作同埋勞動同埋收成嘅滿足感，舒緩下大城市嘅身心壓力。係當然有啦，我哋義工都遇到唔少困難嘅，尤其是啱啱初經營嘅時候咧，就啱撞正風季。每次打風咧，我哋都好擔心農作物嘅情況，風同埋雨都會可能會令到嗰啲菜苗咧會有問題嘅。但係天氣乾燥咧，我哋如果淨係靠自動灑水咧係唔夠嘅，義工需要咧加強視察嘅次數，再按實際情況為我哋農作物嚟加水。另外咧，我哋因為係屬於戶外露天地方，難以避免咧就係鳥類同埋蟲害。因為我哋係有機種植，唔用化學農藥，所以咧每次義工嚟到咧都要特別留意農作物嘅生長情況。每一次我哋收成咗之後咧，難免有啲地方咧係有啲農作物咧係損壞咗或者生長得唔好咧。但係其實因為呢個農作物咧損壞咧，佢都係屬於有機嘅廢棄物嚟嘅，所以我哋咧就會將佢留作回收，作有機堆肥。而生長好嘅蔬菜咧，我哋要包裝好。交其中一隊嘅關愛隊咧負責做探訪活動，將我哋每次收成嗰個菜咧就派俾黃大仙區裏面嘅獨居啊、雙親啊或者係低收入家庭。我哋期望義工感受到收成嘅喜悅，同埋咧用心種植後嘅蔬菜可以分享俾區裏邊有需要嘅人士，將愛心傳播出去。聽完坤哥嘅分享，原來都市農莊唔係就係種植農作物，更係連接住社區。下次大家不妨放慢腳步嚟感受一下呢一片嘅綠色生活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